今天这儿怎么那么安静啊？肯定是昨天胡闹得太晚了，现在还在睡觉吧？也对，咱们悄悄的来，悄悄的走，免得麻烦。咱俩就神不知鬼不觉的。夷林，宜兴，宜和。夷林，宜兴，宜和。这是怎么了？注意，他们俩进来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，前辈？哎呀，来，来，哎呀，谁把你们打伤的？这，楚哥，小心！令狐公子啊，得罪了。恭迎东方教主！恭迎东方教主！田兄，令狐兄弟，田兄，来啊！令狐兄弟，令狐兄弟，快去救夷林小师傅！衡山到底怎么了？衡山，走，快来，快，老师。你别说话了，快走，快走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奉岳掌门之命，把这些尼姑全部带走。你们这么做对得起令狐兄弟和圣姑吗？不可不见，我来帮你。快走！走，追，快走！快走，快，快走啊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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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往哪儿跑？还跑？走！
看谁敢欺负我的女儿！我看谁敢欺负我的女儿！娘，没事吧？娘，太师傅，小师傅，你们放心，我拼死也要护你周全。呀！凤哥不见！呀！啊！我真是没用啊！别急，岳不群抓走衡山派众人，是为了引冲哥现身，夷陵他们性命应该暂时无碍。我不愿与他为敌。他为什么要步步紧逼啊？人无伤虎意，虎有害人心。你和岳不群中间，必须做个了断。呸！岳不群，你就是一个伪君子。哎，有种你把本师傅放了，咱俩大战800回合。我要是打不死你，我就不叫不戒。不戒，但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叫有戒，戒你的这张嘴，因为你的嘴太臭了。我真搞不明白，数日水米未进，而你却嘴还那么臭，还爱斗嘴。你将衡山一众人掳来，究竟有何阴谋？这话说的有点意思。五岳剑派攻打黑木崖，唯独你们衡山一系抗命不遵，这分明是你们与魔教勾结一派。你胡扯，根本没有这回事儿。喊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想抵赖是没有用的，啊？令狐冲，他害死我女儿，所以你们个个都要替他抵命。这件事情与夷陵无关，有什么你冲着我来。娘，岳不群，这件事与他们母子俩无关，有事你冲我来。孩子，你看见了吧？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害怕了是吧？如果你们要怪，只能怪令狐冲。啊？哎，岳不群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岳不群。